喂，干嘛？哦，你去赛里木湖了？哦，我没在家，我怎么可以在家呢？五一，谁好人在家躺着？我不可能在家呀。对，我今天去那个，我在那个宁豪大坝，嗯，大坝那个看瀑布嘛，看瀑布，大瀑布。哎，然后明后天呢，我打算去国外转一转，啊、巴克什去巴克什，国外转转兜兜风嘛，嗯。回来之后嘛，再去那个航天基地，啊，我朋友在那边搞了个看一下火箭啥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没毛，你好好玩呗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在家啊？谁家好人五一躺着在家是吧？怎么可能？对对，我现在有点忙啊，兄弟，我一会儿要去那个酒吧 happy 了啊，哎，10几个妹子呢。